俺这这里开始老出去某某几个早年的新个们的话，哪老的他们见过啥？他们见过了呀，各种上些要买的，大包要过几个要买的，解决要过七个要买的，苦些要过七个要买的。那你去了了呀，这个全县人南国的，天天的小去抓几个的话，他天天都过不起他的。我呢现在就让全县的呀，家他们起门来，拿了的那个见过的了呀，他们就不得了呀，他们的就是几位他们用过的，各位他们用到好不是吧？他们的以前没这个今年他们光嘛，各位他们的，他叫我们来个都会直接，就是经常听到了一样，没对得起的，见过对得起的习惯的，就是叫我们来上就个这回你们的三三听得下的叫的，就是以前没见过对得起的习惯的，现在的见过对得起的习模样的，讲到英雄个今年像什么人来，就让见过对的习惯是的，可全部的见过对的习模样的，人来个南当个定的点来的要下的叫嘛多，自己装个酸叫嘛，路么过去个酸叫嘛。所看个酸叫嘛的，他的路的结尾的真的数几个酸叫嘛，他对俺这叫俺们来杀到个这屋里点的，来来的叫的几下的叫的吧。就算当俺这说啥说那么啥叫啥是要给，今天既然有的就看七七那个七七的看的是的，听到那里见过你要的，他们你他听了呀我去，说那么啥呢定的是，说啥呢定的是不是？见过你不得怕在下，说起来多苗，你的大包苗吧，俺那拿出来多给打中我说的。免得免俺提要是看这个几肉脚是的，辛苦吐苦是的，可买不起。那你也出面讲是，譬如两个人看在起，俺三个人起不，这个人起不，干那人起不，还在香港现在嘛现在，当不当家的，两三年起了几么大么啥的，我都提了，起了这几个啥就穷一个年少节不是？这个区的这几条三个球的，主要的平行的阿妈，平行的包，这都当嘛下小的，俺这去其他马路不去上，俺这我呢现在讲那么过喜欢想个多啊。我呢想个多，讲那么过也是说过想个多，老不那么就过想个多，对面过想个多，专门过想个多，要我其他的，并不是要我的过想，俺都特定开始见面，拍拍说，特定开始讲解，全行写节，看不起个怕老汉下节，听到了俺就要说送过穿白，过某某休息俺就想的了吧，他俺就过想个样的，过想学的那看你车个门都看给七个门都，你们这个开家是你家门的话。其他拿这个可都是澳洲啊这些什么的话，至少的大半估计想三个股卡车就买叫想，太全面的是比研究的是比休息吃，他说的股老板80年几个，股老板20年几个，股是老板啦，那得大过几买不起，都下想了，天天给他这么多个听他想么什么，闹死我，俺都听到那个电影呢，说那么30年的，就是给我30年的，说给我前面对分之20年的。看这了，看这谈这个的看下都是，就让那个讲我你们的，天天你的呀不去的，去速度去我妈的，去的光芒出的，眼睛没这个去工作的去的，眼睛没这个上大事的去练那么多，去明白说。抖音。